迥异，是风格完全不同。漂亮，哇，漂亮，上钩很漂亮，没有打准。好的，后手打中了。对，前手还是应该多打一打，变化球。摆拳也打中了，这打得不错啊，嗯，打的变化比较多。基本上呢，祖力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，实力上确实呢，应该是在对手之上。像选手这个扛击打还是身体啊太强壮了。吃了几个伊利的后手拳呢，没有太大的反应。这帕维尔身体确实很结实啊。Stop. Good. Come on, box. 好，第二回合结束。那么对于第二回合的比赛，田野老师您怎么看？基本上是一边倒了。爱沙尼亚选手呢，他不敢贸然发动进攻。那么中远距离的话，他完全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。基本上，阻力的组织的进攻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，多次的后手重拳都击中了对手。但是呢，这个因为阻力的拳其实还是很重的。看到几个重拳打得也蛮结实，但是这个爱沙尼亚选手的扛击打确实太棒了，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现在来看，阻力的绝对优势是有的。对，就看后面的话有没有可能够重创对手。是，就是还要争取呢更多的把握住机会啊，扩大优势，抓一些这种绝对的有效的冲击啊。好，第三回合开始了。帕维尔呢，现在防守偏多，进攻上呢确实找不到太好的办法。帕维尔呢，如果拼起来的话，还有一点点机会。能找攻防转换的话，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机会。